我想喺度再次衷心咁多謝唔同部門嘅前線人員啦，尤其是係 DVIU 嘅同事，佢哋咧需要喺極度惡劣嘅環境之下，係長時間咁樣保持高度嘅集中啦，去仔細咁樣遺體，其實都係得一個目的，就係希望盡量可以揾得翻啲遺體，又或者係能夠辨識到佢哋嘅物品，令到佢哋有翻一個名字，能夠俾屋企人同佢哋做一個最後嘅道別。我哋警方深深咁明白到，死者家屬而家要承受嘅係難以言喻嘅傷痛同埋煎熬。每一位失蹤者對於家人嚟講呢，係無可代替嘅親人。我哋一定會盡我哋最大嘅努力，喺災場入邊揾得返我哋可以揾到、辨識到死者嘅嘢。希望呢個搜查嘅工作盡快完成。以而家目前嘅進度，我期望可以喺3個禮拜之內完成我哋嘅搜查同埋搜證嘅工作。最後，警方人員呢係會繼續同其他唔同嘅政府部門一齊咁努力，同死者嘅家屬去共度呢個咁艱難嘅時間。多謝大家。